台湾嘅农产品呢，销售价格如係透過盤商、批發市場催翻，讓到消費者嘅數方。就算係我哋盧卡夫區嘅農民所種嘅青菜水果，它有一點台灣一太強，那會來到我哋數方哦。也以行業來講，提上所以成立嘅農民市集，可以推廣提產提銷。唔過嗰度市集呢，一張嘢可能能1-200嘅。我所從新竹嘅6樣米嘢，亦能都發展出嘅沙溪農夫站，以民是嘅吃醬買一個。農民當然選擇嘅自己嘅青菜水果，沙溪農夫站還提供嘅沙溪共同配送嘅服務，縮短生產同消費之間嘅距離。下個月台上黑面來買，富順台樹下60比青花台後新鮮快賣。安東年率有些消費意識提高，台灣高鐵天地成立農夫市集，提供菜鐵更中意，依照小數平推，消費者沒買嘢到菜鐵動出就安全感食菜。跟種的人談話，你知道他的熱情，知道他的理想，我覺得那個比食物本身還要讓人感動。你是更中意了解食材來源，買送貨家裡市集建立行政機制。就嚟啲是老千咁嘅交流，唔過事實唔係等於做，平常時切莫更容易買唔到安全食材按用嘅山咯。60時就發展出嚟一隻沙溪農夫站，透過實體店面簽名沙溪，每用配送嘅方式，讓現在嘅青菜果子送到消費者嘅手上。商場上呈現嘅東西，它的來源跟它的里程就有時候超乎我們的想象，那我們覺得不需要經過這麼大的一個運轉的過程。小館嘅菜樹上行嘅做食材就結起嚟，通過係60嘅合作農夫自己，等下嚟到青菜，再送到農夫站去。好。放下來，800兩來咯，6、7、8、反正也沒送到啊。60時間農肉大體係對土重要提起來嘅，這個菜集中送到六本鄉，由六本鄉做沙溪共同配送。你現在要去哪邊？現在去青草湖那個社區。那你們的配送範圍呢？就是在新竹市以內，跟竹北的附近而已。通過嘅農場離土壤事務到農夫站台中25公里，農夫站配送嘅範圍未到19公里之內，食物里程非常短，消費者很難享受到最齊嘅食材。因為我知道他們假日都還會去產地那邊去勘察、去了解，所以我就覺得還蠻放心的。這些農友我們都熟識，我們都有，就是在綠市集的時候，我們就會跟他們做一些分享跟討論啊，然後我們就會去讚美一下農夫啊。係啥無啥，係要緊做緊到啊！本來200包了變500包啊，500包變1000包一禮拜，緊到消費者，緊下啲人哋有機都喺面攞。沙溪農夫站兩下就建築500-600間人客，平均1禮拜有450戶來住戶。透過沙溪支持菜田農產，冇睇中間盤上剝削，生產讓消費兩片都得到最好嘅體驗。我們要去推動的就是認識你身邊的生產者，然後在社區裡面提供一個讓人家選擇在地食材的一個友善的通路跟管道。無論係市集，也係農夫站嘅設立，都希望做到菜田生產、菜田消費嘅理念。台灣某個台喺全球化嘅本業，相對來講，推動提產提銷很難有優勢。家人當意識嘅東西，也是佢後輩嘅故事，老兩地土地，透過直接交流，生產讓消費送貨，唔過是單強係買賣關係天天。